呢度係只拍筍盤嘅頻道，港人灣居。Hello，大家好，阿輝。今日我哋拍一期名副其實嘅橫琴口岸上蓋。呢個盤咧行2步路就可以通關澳門，唔係公寓，係純住宅，可以落戶，可以讀書。喺均價4萬嘅橫琴市場嚟講咧，佢只賣3萬幾。咁靚嘅地段，竟然同其他盤拉出咗幾千甚至係萬幾蚊嘅價差，到底係乜嘢原因？佢係到底值唔值得入手？有啲乜嘢問題係需要大家去注意嘅？我哋先上基礎信息再拆解。橫琴口岸廣場咧，位於蓮花大橋嘅西面，橫琴口岸嘅正上方，建築面積咧係34.5萬個方，整體嘅規劃包含咗21萬平方嘅70年產權住宅、16萬平方嘅寫字樓同12萬平方嘅商業，以及5萬個方嘅萬豪酒店，總共咧有8棟樓呈一字形排開嘅設計。目前主要在售嘅係2棟，總層高44層，1到6樓係商業，7樓係平台，而8到44層咧係70年產權嘅住宅，分別有54到150個方嘅細單位戶型，均價喺3萬2到3萬5之間，以及273到833個方嘅大平層，均價係4萬到5萬5左右。大家都話啦，橫琴口岸廣場係可遇不可求嘅稀缺項目，到底體現喺邊度呢？第一，位置同政策。橫琴作為全國首個由中央政府特批、由廣東省同澳門協同共建嘅國家級新區，佢嘅戰略定位同制度設計咧係具備絕對嘅獨特性同前瞻性嘅。呢一個項目嘅模式可以被借鑑，但佢所處嘅地理位置同政策優勢，以及一國兩制框架之下嘅區位協同機制咧，係難以複製嘅核心競爭力。近年嚟咧，橫琴已經成功吸引咗包括抖音、百度、小紅書、B 站、影客、唯品會在內嘅多家頭部互聯網企業落戶，逐步咁樣形成咗高能級嘅產業集群。與此同時咧，新區咧仲推出咗一系列極具吸引力嘅人才政策，例如針對高端人才嘅稅收減免機制、特殊人才專項獎勵，以及為橫琴戶籍嘅學生咧提供嘅高考加分同報考澳門大學可以額外加20分嘅教育優待。咁橫琴究竟點解能夠吸引全國各地嘅投資客呢？首先，橫琴嘅核心優勢在於區位加制度嘅雙重稀缺性。橫琴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嘅關鍵節點，緊鄰澳門，係內地同澳門深度合作嘅試驗區。喺共商共建共管嘅模式之下咧，橫琴除咗承接內地廣闊嘅市場同沿線嘅產業鏈之外咧，仲對接埋澳門高度開放嘅國際化資源，形成咗獨特嘅融合優勢。其次咧，係政策紅利嘅系統性同長期性，構成咗強大嘅磁吸效應。從企業嘅稅收優惠啦，到產業扶持，再到人才嘅個稅減免同專項獎勵，仲有關乎長遠發展嘅教育、醫療等等嘅配套咧，構建一套全生命週期嘅支持體系。特別係高考加分同澳門大學嘅入學優待咧，直擊高端人才嘅核心關切，有效咁增強咗落戶嘅意願同發展黏性。總言之咧，橫琴嘅魅力唔止佢當下嘅政策力度，更在於佢作為國家戰略嘅平台所蘊含嘅未來發展想像空間。佢唔單止係企業佈局大灣區對接澳門嘅戰略支點，亦都係個人實現職業發展同家庭福祉同步提升嘅理想平台。呢種不可複製嘅區位同制度嘅組合咧，正正就係佢最根本嘅吸引力所在。第二，橫琴口岸上蓋落樓就係澳門。橫琴口岸廣場咧係名副其實嘅口岸上蓋物業，行落樓就係澳門。喺7樓同口岸咧，仲會有一個天橋連接，門口就係蓮花大橋，大概70分鐘嘅時間就可以抵達香港。咁呢種口岸上蓋嘅區位價值究竟有何在呢？首先，佢實現咗空間同時間嘅雙重突破。佢唔單止係地理上面嘅貼近，更係生活方式同商業機會嘅融合。佢徹底咁重塑咗通關嘅體驗，將傳統嘅跨境出行轉變成為日常嘅落樓即達。佢係部分喺澳門返工、求學或者係經商嘅人士咧，提供咗無可複製嘅通勤效率，真正咁實現咗喺橫琴生活、喺澳門發展嘅雙城同城化嘅生活模式。第三，國企背景，大橫琴集團啦，作為擁有深厚國企背景嘅城市綜合運營商，自從09年嘅橫琴新區啟動開發以嚟咧，佢始終承擔住橫琴嘅區域發展同基礎設施建設嘅關鍵角色。截止到目前咧，大橫琴集團係負責主導或者參與咗橫琴80%嘅重點項目，累計投資嘅規模咧已經突破咗2600個億，深度塑造咗橫琴嘅城市面貌同功能嘅格局。除咗標誌性嘅橫琴口岸之外咧，一系列嘅關鍵交通樞紐同城市地標都係由大橫琴嚟打造嘅，包括橫琴大橋嘅2線通道啦、橫琴隧道啦、黑白面將軍山隧道等等嘅重大交通工程，以及花海長廊、天目琴台以及星樂道露營小鎮呢啲兼具生態價值同文旅功能嘅城市名片，都係出自大橫琴之手嘅。第四，綜合交通樞紐。其實橫琴口岸咧唔單止係一個口岸，仲有一個綜合性嘅交通樞紐。除咗24小時通關琴澳之外咧，更係匯集咗巴士站、出租車、網約車、城軌、琴澳跨境之線，仲連接住珠璣城軌二期、港珠澳高鐵以及澳門輕軌延伸橫琴線。所以咧，佢已經從單一嘅通關節點躍升成為服務琴澳、輻射大灣區嘅重要交通平台。佢唔單止令到出行更加高效，更係喺實質上咧推動咗區域嘅融合同生活嘅同城化，為居民同商務人士甚至係旅客咧帶嚟咗真正意義上嘅一站式出行體驗。第五，無遮擋嘅開闊景觀，東向睇永無遮擋嘅澳門景觀，南向睇澳門大學
西向睇大細橫琴山同天目河，北向咧睇琴澳雙城嘅繁華。呢啲全部都係確定永無遮擋嘅景觀。其實呢種稀缺性同埋佢嘅確定性咧，係佢價值嘅終極保障嚟。因為喺快速城市化嘅今日咧，永無遮擋嘅承諾就意味住你嘅居住視野得到咗根本性嘅保障，避免咗喺未來因為要起新嘅建築物而導致佢景觀貶值嘅風險。第六，橫琴稀缺嘅細面積住宅。70年產權嘅公寓式住宅咧，放喺橫琴市場嚟講，確實一定嘅稀缺性。佢同普通住宅嘅法律屬性咧係完全一致嘅，同樣都可以落戶、可以讀書，而且仲有呢種50幾個方起步嘅細單位住宅，正常嘅靚樓層，總價200萬左右有，就可以上車搏呢份國家意志。第七，人流大，易出租。2024年嘅橫琴口岸嘅通關人次咧超過咗2280萬人次，嚟到2025年嘅前3個季度咧，同比2024年嘅前3個季度，佢嘅通關人次更係以35%嘅大比數增長，並且緊鄰澳門大學，客流量非常大。大家可能唔知道啦，澳門大學嘅學生咧係從大二開始就唔可以住校嘅，所以你睇橫琴口岸附近嘅租房掛牌量同埋租金咧，例如橫琴口岸附近50個方左右嘅套房，租金大概係4500左右。咁橫琴口岸廣場呢個盤到底有啲乜嘢地方係需要大家去注嘅呢？第一，密度，地面總層高44層，一層樓有30幾戶人。佢嘅影響咧係多維度嘅，例如出行高峰期、等電梯嘅時間，呢種極高嘅梯戶比意味住佢嘅電梯資源喺返工同埋放工嘅高峰期會特別緊張，尤其是喺低區樓層啦，電梯可能會層層停靠，通勤嘅效率會大打折扣。仲有公共空間嘅壓迫感，一層樓30幾戶人就意味住每日嘅出入都有可能會同大量嘅陌生鄰居擦肩而過，私密性同埋寧靜感咧都會受到明顯嘅降低。第二，實用率偏低，但凡喺公寓式住宅啦，佢嘅公攤咧都會比較大嘅。依家市面上普通住宅嘅實用率一般都喺80%到90%之間，甚至仲有新規100%嘅實用率。但係橫琴口岸廣場呢個盤咧，多數嘅戶型係以長方形嘅佈局嚟設計嘅，整體嘅實用率較低，只有70%左右。邊戶大多數咧係唔規則嘅佈局，導致好多空間咧難以利用起身，而且冇陽台，呢啲問題都喺一定程度上成為市場嘅抗性。第三，居住人群複雜，流動性大。項目嘅樓下咧就係橫琴口岸，所以日常嘅通關人員嘅密集，再加上挨住澳門，未來一定有唔少嘅勞工同學生都會選擇喺呢個項目租房居住，導致人員嘅流動性偏大。所以居住喺呢度咧，本質上可以話一種用居住嘅私密性嚟交換頂級嘅便利性同資產流動性嘅權衡。第四，居住氛圍。由於橫琴口岸廣場呢個盤咧係作為純粹嘅商業單體樓，對於純住宅盤嚟講咧，佢喺規劃上面本身就存在先天嘅限制，佢確實係冇辦法好似傳統住宅社區咁樣打造封閉嘅屋苑大門，可以形成呢種具備歸屬感嘅圍合式社區佈局，同時咧亦都難以提供規模化嘅園林綠化同專屬嘅社區配套設施，導致喺居住氛圍嘅營造上面咧有所缺失。最後，大家如果有喺珠海中山置業嘅打算咧，咁不妨將你嘅預算同埋需求話俾我聽，例如你對品牌、物業、地段、交通、教育、商業、醫療、居住環境、社區規模、面積等等，有冇特殊嘅要求？你置業係側重於投資，抑或是自住度假養老？你嘅購房目的唔同咧，選擇嘅地段、樓盤類型同配套嘅側重點咧就完全唔同。因為目前珠海中山嘅新盤加埋有成200幾個，二手有成10萬套，所以我嘅作用就係幫你進行決策過濾同風險篩查。我會根據你嘅實際情況，用本地市場嘅真實數據同揀樓邏輯，幫你篩選大部分唔啱你嘅盤，最後剩低幾個最值得考慮嘅選擇。我係輝，我哋下期再見。